咱第一位分享者呢是咱的风水，伊目前是18岁，要读迄个建筑系。伊其实幼稚园就是就讲要读建筑系，伊是一个自细汉互老师感觉奇怪的学生，伊目前已经行11档的台语路，而且伊伫16岁时阵就考过台语认证的中高级模，煞来伊要来分享伊不务正业一个主题的故事。好，煞来时间就交互风水。好，那呢，我要献面啊。好，请。高手献面13天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开工会，所以我有传酒，因为啉酒较会讲，啉酒讲较济，所以轻松啦。我讲话吼，你免想讲哦，一定爱安怎，一定爱想严肃啊安怎，拢免。我甲你讲，有人，我即摆拢嘛讲我去日风是欢喜的风，哦，笑气的笑。我感觉我已经起笑啊。你身躯比无酒就去买啊！我是拄则食暗顿煞，我感觉讲哦，我爱啉酒。我啉酒才较会讲，所以我先啉一嘴，敬大家。好，汤伤久无冰，好，无重要。好，今仔日我要讲的是不务正业。其实，什么是正业，什么是正业，其实你也毋知嘛。所以呢，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。我可能看起来，一表人才，二表秀才，三表我都在，就是我有3个我人格分离，3个无我有1000外个我什么时阵想要放出倒一个就是我，拢是我，对。好，所以咧，对我来讲，你看一个人吼，可能我看起来正经啊，故意，毋过我其实小小。所以咧，这就亲像讲，当时啊，你莫看人安尼神神，你是。有当时啊，就亲像讲，你去现恁阿嬷的菜橱啊，看到一个铁鸭肉，悬顶写饼，你甲拍互开，内底拢嘛是尖甲线。所以咧，若是你本价就感觉讲内底底，对不对？你若本价感觉内底底就毋是饼，你若拍开是饼，你就感觉足欢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爱先意识一个足歹的答案，你就会足欢喜的。所以你电到无，就亲像吼，你即摆看我，你嘛毋知我头壳内底有啥物物件。即个无啊是顶届迄个我即届考试去送的。我无内底有一台奥多麦甲支付科技班。好，无重要，我笑的。好啦，好，其实我来遮讲，我根本拢无啥过啦。快点，我差不多我人生的4个阶段啦。生老病死毋是。是迄落对，我即摆嘛才18岁，所以就是国校啊啦，爱算幼稚园无？无爱算。国校啊，国中、高中，我咧讲废话啦。国校啊吼，我是为2年的时阵开始比台语的啦，第1届就摕第1名，就得头名，就尾就一直比落去。阮老师是迄个董老师，伊是我来个。啊，台中台语教育学区的理事长，伊是理事长，所以伊就自细汉甲我牵教，伊基本上伊嘛无咧管啥物，我有互伊钱，无互伊钱啥。我若逐摆去我拢买饮料伊，若有啥物水果拢送去因兜，所以我甲伊感情足好诶。好，好，所以我即个人吼，我国校诶时阵吼，我就感觉讲我家己足强，所以我就因为我幼稚园的时阵吼，我迄个时阵我会记得阮国税局咧起的时阵，我就去甲阮母讲，母我要做建筑师。2007年的时阵讲的，因为我有一个笔记啦，这是我就是建筑的笔记，当时建筑去做的准备。我今仔下晡就是去听演讲，因为我最近吼，我就是为国校安尼嘛，所以国校有一届。因为我头一届就得头名，所以我建拜我建拜毋是1名就是2名，我就足爽的啊！有一届我去比演讲，第3名我期末字袂用，我就袂比，我袂比演讲啊！到国中，阮母也讲啊，拍算啦，袂比拍算，来去比龙头，好，我就去比龙头，龙头我读，
初赛、复赛嘛，安尼总共16批课嘛，16批课读的你读嘛要烧了。反正就是安尼，哦无我有讲的就是我是自细汉，我头一个晓讲的是台语，再过来我才学华语，所以有人讲若听我讲台语，听我讲华语的袂惯势，所以真趣上啦，对。因为阮兜吼，阮就是台摆电话，若有电话亮哦，有看，是阮厝内人敲来。我若搁咧甲同学开讲有无？你知道那个阵你听，那电话也起来，喂爸，安怎？你即摆伫倒？若是甲厝内人讲话，我就会直接用迄个台语，对。所以阮兜就是拢用台语讲话，吼。就到国中了，当然啦，我坐了无缘投啊，声音无好听，所以爬着顶，拢同你绝对袂外高啦，二名就差不多啊，所以我二名啦，我说我嘛无讲安怎啊，高中迄时我是讲做一寡较有意义的代志好啊，伫遐咧三个评判伫遐咧看我，若安尼坐了水。我声音好听，就会当得名。我要这要创啊！所以我逐日讲，免费呢，免钱呢，我来去考认证好啊。因为我甲你讲，迄时阵嘛有一个啦。迄时阵学校高中1年，即马应该有一个打升大学1年的，应该嘛知，就是阮迄届就是咧推自主学习，咧推自主学习。我就毋知要创啥，我毋知要创啥了，我就讲好，无我来考认证。我就想我要考认证，然后考认证我就写，我咧，我是报地戏袂，看后壁拢报地戏。对，我是报地戏袂，我这三个嘛报地戏，这三个拢数环境好，我就是报地戏袂，所以我就咧写我的计划表有无？我就讲我要考认证，写，我写安怎？艺文表演，观赏艺文表演，我就炸 DVD 去学校看布袋戏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基本上其实我爱讲的是，基本上我是无啥物咧读，因为我迄本册有无？我迄本册，我甲送互阮学妹，伊就迄本册因为新点啦，我根本连读拢无读，所以。因为我要讲一个道理，就是你有当时啊你要做的代志，你愈无用，应该是讲你正经的代志，你爱用无正经的态度去做。你无感觉你咧做，你就会成功。就是你干那是做，所以有当时伫迄个时阵考的时16岁，我想者16岁考7，怀疑就是迄个时阵啦。迄个时阵这是一个累积，就是自细汉比赛甲单。毋过你袂感觉讲这是一个，因为有个人准备有无？伊是2个月写足侪册，伊是我感觉就是无必要啦。因为这是一个累积，你免讲你等你想要做的时阵，你才来做。你是爱当做你啥物拢无做去做。我知影这足歹理解，毋过伫迄个国文课本内底讲的，就是袂有往，伊内底讲的就是我亦无他但为手思你，对，这本同音，对，就是咧讲即句。若要讲是老子的，就是无为就是有为，对，就是无为就是有为。你应该有听过，无就是有，有就是无，多就是笑，笑就是多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所以咧，我感觉我其实无啥物，因为你若真正去做吼，你会感觉讲，你一定爱一个结果。毋过，这个结果其实因为我迄个时阵吼，我考试嘛，我出来我第一句，甲阮哥讲死啊！阮哥出来嘛，甲我讲死啊！阮两个兄弟拢讲死啊！所以阮基本上阮嘛无当做啥嘛，我怀疑我无读明年我阁有18岁，我阁会当读啊！我无差，我创啥一定爱过，对不对？我创啥一定爱过，所以我讲哥出来讲明年再来啦。所以我基本上我嘛无啥看重这项代志。有一天，阮老师就传来甲我讲，钟良啊，你迄认证考安怎？今仔放榜啊！我就去查，夭寿我过啊！我想，
原来我遐尼强哦，我会用到安尼感觉，说我17岁的时阵，因为迄个时阵要准备学，我无用，所以我高中我无读，捌过啊。啊，毋过我是咧准备专业级啦，我是就是高级考过了后，我就是开始做这个代志。啊，做这个代志，就会你会甲一大堆，毋是你的责任的物件，担伫你的身躯顶，啊，就要你安怎？你的忧郁症，对不对？你的忧郁症，所以我想我即摆很想，因为我就是对，进前进前创台语创甲忧郁症，嘿，好，反正就是安尼。因为吼，领队是另外一个故事啦，吼。啊，毋过我对遮个要学台语的人，我较早是，比如讲哦，因若是透露一点点仔兴趣，我就甲。基本上阮老师无收钱甲我教，所以我嘛袂收钱甲因教。啊，你就足忝的，因为你有家己的课业爱过，哦。啊，较早我就一直互一句话绑掉咧，即句话是讲啥咧？伫咧霹雳布袋戏、霹雳战魔七第5章内底，天魔讲，强者为尊即句话代表的，毋若是力量，要有责任甲尊重。我迄时阵一直用句话绑咧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台语的传承甲我有关系，我就一定爱传承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我就足爱 OK 哦，家己听。所以咧，我即摆学啥？我甲鉛笔啊单调，啊毋过嘛无较纸，因为我用怪手学的。所以咧，我讲就是，因为我自细，因为吼，对我来讲吼，台语即个物件，伊是一个精神，我无甲当做是一个课业看。你若真正甲伊当做一个课业看吼，你会读甲出忝的，因为你会感觉讲，因为你有当时啊是要读才去读，你才会读有落来。你想要读，因为有当时啊吼，像我今仔早起我4点就起床，啊我甲大拢无困，啊我总是12点困，啊毋过我就袂忝，我下晡过去听演讲，早起过去走庙，下晡过来食，啊毋过就是袂忝，因为即摆我就是你爱知影讲，你家己想要，毋是你爱，所以我就是我想要，应该是讲做即件代志，敢若是我想要，我一定爱，无啊，因为讲正经的，我是特殊选在伫中原建筑的，迄个时阵吼，你讲爸啊嘛安排，嘛是足够安排啦。清大文系甲中原建筑系共一讲面试，伊就是逼我伫建筑甲台语选一条路。就是逼我伫枵死甲险枵死经一条路，所以我经险枵死，嘿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咧，因为吼，我其实吼对咱台湾人一项文化，我算讲足无法度理解。台湾人拢足谦虚的，我讲正经的，因为有当时啊吼，像吼，我是感觉我要甲台讲的是，你爱自信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你会感觉迄个物件是，你会感觉家足烂，啊，毋过你毋是烂，你敢若是无达成你的目标尔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你自信这件代志是足重要的。因为我甲你讲，我有一摆吼，因为要读大学进前吼，有模拟面试这个物件，哦，啊，阮朋友嘛建筑系。就是伊要去面试建筑系，啊，当然即摆嘛是中原建筑，伊就要面试建筑系。教授问伊讲，你英语好无？伊讲好破啊。我迄个时阵就面相无啥好看，因为你知无？伊英语15积分，伊甲你讲伊英文还好，伊讲伊英文破破。我才考12几分，伊甲我讲伊15几分破破，伊满几分伊甲我讲伊破破。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教授无可能问你讲哦，你几几分啊？对不对？伊直接甲教授讲伊破破。即马真正无15几分的，你拢准烂的，真的。伊即个意思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，你家己自信，你嘛是互别人自信。
我讲足侪人吼，伊会安怎？伊会摕伊家己作品，伊都无自信，知无？摕家己作品，啊，甲家己讲，我即个作品啊，会画甲准烂的啦。所以伊就是要安怎？要大家甲学乐啦，对毋对？就是要大家甲学乐啊。啊，毋过讲正经诶，这就是虚华啦，这就是虚华。啊，毋过台湾人就足介安尼啊，对毋对？我就是感觉讲，我是感觉就自由就好啊。我追求毋是快乐，就是自在，自在是上重要诶。无讲一定爱涂甲写是两回事。啊？啥？无好，无紧，好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有当时啊，我即摆出去就笑笑啊。我之前读迄个李白的诗，伊有一句话，或者伊迄时阵，毋知影敢若是科举，啊，敢若是互皇帝召见啊，一惊做官啊安怎？啊，怀疑就讲一句迄个仰天大桥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伊就是讲，我笑咧出去，就是讲恁爸足敖诶，恁爸足强诶，伊就是安尼讲。你就是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自信就重要。你爱感觉讲，你行的是你家己想要行的路，毋是别人要你行的路。因为别人伫别人背后的迄个期待，有当时也是压力。因为你会想要去满足的是别人，毋是家己。啊，毋过你是家己，你爱分清楚啥物毋是家己。所以，即几算讲，我嘛是一直咧。做家己啦，毋过落尾我就是像我吼，我高中的时阵，我足介意数字，有一个词，或者卜算子，伊就咧讲吼，就是我念一解好啊，看我挂苏童，老我真初情，随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，惊起却回头，有魂无人性，干尽寒枝不肯斜。小木沙洲岭，好我知。伊咧讲即个，啊毋过咧，伊写的物件吼，佫有一个啥物？是人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然忘。啊，你会感觉讲，伊是啥？伊放袂落，伊放袂落，伊镜头会动，伊放袂落，伊才会接近。所以活了痛苦，你无感觉伊的是拢介痛苦，所以就变做讲，甲即马我活做小小诶，足欢喜足自在诶，我就足欢喜足自在啊，所以落尾甲大家讲，我即马有偌小，我再去甲阮阿嬷，因为我即马吼，我就是骑倒摆诶时阵，当时啊会乌白叫，啊是乌白就是乌白叫啦，吼。啊我买线，我早着买线，啊我就骑倒摆，啊我就要倒退路。我呢，我来咧黑白叫，我真正咧黑白叫，啊后壁就一个人行过，都用一个看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就伫遐咧笑，伊嘛毋知我咧笑啥，怀疑就是感觉我是笑，所以咧，应该是讲吼，台语是快乐的我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一个精神。所以为什么我不务正业？因为这个物件毋是我的职业，我无甲当做职业，我无甲当做职业来看，伊就是一个精神，无所不在。哦，这差不多就是我要讲的代志。所以差不多安尼，有其他恁若想要听，后盖再搁邀请我来，我若有闲就来。感谢洪水以上的分享，接下来时间就是互大家来问伊问题。敢有人想要问伊啥物问题？再开放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，互大家问伊问题。有问题请举手哦。好，头一个阿英请讲。我想要问讲，你去面试迄个建筑系，敢爱准备足侪物件，还是爱开足侪时间来准备的无？应该是讲啦，因为我自细就知要创啥，所以若讲建筑相关的，你加减你摸一个，
所以你是讲，因为你若愈早确定你要做啥，你累积的物件就会愈侪。虽讲讲你无伫一寡啥物比赛，还是讲啥有足出名的，还是安怎有得名安怎？啊，毋过这经验累积是无法度骗。我迄时阵，我甲教授面试，我用台语甲因讲，真诶啊，毋就是第一关用台语甲伊讲，第三关用台语甲系主任开讲。啊，第二关迄个教授敢若袂晓讲台语，所以第一关、第三关拢是用台语去讲。我讲的就是本土化这件代志，是建筑要行的到底是，因为我讲台湾人爱认捌家己的文化，才袂去互国际化去吞掉去。家己的咱讲树头掠好栽，毋惊树尾做风台嘛，所以家己嘛爱认捌即个文化。咱是要利用国际化，甲台湾推塞出去。毋是要互国际化来甲台湾食掉，所以即个累积、即个经验、即个概念是你家己的。所以基本上要准备啥，我感觉就是讲无准备就是咧准备，就是即个，就是你无准备，你就是咧准备啊。所以等到你无去准备，你等到会赢，因为你若有去准备，你有一个分价，就是。比如讲迄时阵11月19面试好啊，你就会看到吼，10月初8啦，去倒位啦，10月初9画倒一张图，10月初10啊拢咧画图，你教授就知影讲你绝对毋是真心要确定着，你干那是想想要确定着，对吧？就是安尼啦，就是累积啦，所以知影家己要创啥最重要，就开始累积。这个物件对你来讲都毋是压力啊，因为你。伫咧，你感觉你无咧做的时阵，你就一定咧做，所以就是安尼。了解，所以是真细汉，就是开始知影讲家己要做这，所以就已经累积真侪作品，啊，伫要面试的时阵，就会使甲遮个作品所有的作品捡来去面试安尼。嘛无呢，我其实干那囥高中。我基本上我就感觉讲，我9张内底我无半张画建筑，我拢画布地。真诶，毋过你看我画布地，你就一个概念嘛，即个人就落酷。你知无？我甲教授讲吼，你若伫中原，因为中原建筑人讲要行本土化，讲你若要行本土化，你伫全省可能找无第二个万人去认证高级的建筑系。我当你甲讲，对。我讲这项代志，你若想要做，安尼我会当互恁足侪物件哦。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安尼，嘿。哦，捡着宝啊，捡着宝。再来，敢有其他人想要问风水问题？什么问题拢会使哦。你可以请讲。喂，还有听有？有。好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恁迄个汉文的文图因是去倒位学？因为我现主是台语的能力是真欠这项的，毋知你有啥物建议，还是啥物资源，我通去上课。文图音吼，我定会去看歌戏，甲布袋。我逐礼拜拢看布袋戏。我台语路行几档，我布袋戏就看几档。我布袋戏看一档啊啦。所以即个读音吼，有当时啊，其实亲像足侪读音无一定是对，所以你搁爱去确认即件代志。啊，毋过文读音即个范围吼，伊是你看到偌济算偌济，因为讲正经诶，遮个诗句伊用到诶字实在太济咯。你要安怎去算？你要安怎去整理一个字典？你是整理袂出来。啊，加教育部内底有收诶，教育部内底有收诶，嘛无一定拢有伊诶文读音伫咧。啊，毋过就是你咧看布袋时阵，你就会知影讲有两个读音，你就会知影讲，一个是文，一个是白读音。有当时啊，因会讲哦，火烧厝。啊，毋过因若咧念招式的时阵，比如讲，迄个金光布袋戏，就有一个或者合体现象。伊念伊的即个招名，伊是星火焚城，
伊念的是星火分城，所以你若知影讲火是伊的白读音，你就会知影火是伊的文读音。啊，这个文读音是倒位来的？根据即个黄文德大师伊讲的，伊讲即个物件，伊若要去看台语的文读音咯念的，伊是看空虚字典即个物件。所以，我感觉讲，若要学文读音，嘛爱用你用会着的文读音。所以你若要学文读音，那呢看这个艺文表演，就是布袋戏是歌戏，顺线支持这本土文化嘛，顺线来学文读音。啊，毋过我袂建议讲你台语无好的人去看布袋戏，因为因讲台语会变到足奇怪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若台语有一定的底，我会非常建议你去看布袋戏是歌戏，啊是这个台语的什么剧类啊啥，拢感觉是足适合的。你嘛会学到足侪文读音，安尼。有了解。因为我嘛，我之前嘛有咧收迄个歌册，歌册敢会使？歌册，因为你爱想一个代志是，你看啊，有人会当甲你解答无？因为我迄个时阵，我顶头阁有一个 C2 的师傅啊，就我拄则讲的。我是讲应该是讲我有两个师傅啦，我拢讲是我是台语参教啊啦，因为我两个师傅拢足够的啦。所以我若有问题，基本上我拢直接去问因啦。啊，你若讲你家己有一个。比如讲，我念诗，互伊念这个诗词，互伊听，伊会当甲我讲我倒位文读音念毋对啊。所以你安尼即看，就是有意义啊。那你若看，啊无人会当甲你解答，就无意义啊。所以你若讲歌册即件代志是，你爱去看，有人会当甲你解答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哦，了解好。好，OK， 安尼就先感谢方水的分享。啊，大家若有其他问题，嘛当去伊的 IG 甲问啦，吼。好，咱第一位分享者的时间就先到这。